老友，其實呢，我哋今日就打開天窗說亮話，講啲最吉耳，但亦都係最真實嘅話題。講真嗰句，做人最緊要開心啊！最近呢排，外面嗰啲傳媒同埋所謂嘅社會學家，整日攞住日本仔發明嘅一個詞嚟嚇鬼，叫做孤獨死。話日本每年有超過3萬個老人家係自己一個人死喺屋企入面嘅，死嘅時候冇人知，死咗之後屍體發爛、發臭，甚至生滿蛆蟲。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之後，因為嗰陣臭味飄出走廊，先至俾鄰居或者收租佬發現。嗰啲寫稿嘅人用盡最扯麗嘅字眼去描繪呢幅畫面，搞到你哋呢班上咗年紀嘅人睇完之後心寒，成晚瞓唔着覺。有份權威調查話，超過60%嘅獨居老人最怕嘅唔係病死，亦都唔係窮死，而係呢一種死法。你以為呢種孤獨死淨係日本獨有嘅社會問題？你擘大對眼睇下身邊，睇下我哋呢個逼到連唞氣都覺得困難嘅城市。你喺樓下睇下嗰啲茶餐廳，深夜11、2點，總有咁一班銀髮族坐喺角落頭，面前嗰杯熱檸水早就攤凍晒，表面浮起一層白色嘅粟味泡沫，但係佢哋仲喺度坐緊，坐足3個鐘頭。對眼死死盯住牆上面嗰部播緊無聊肥皂劇嘅電視機，其實根本冇睇入去。點解？因為怕返屋企，怕推開嗰扇木門，嗰種死寂木面而來。香港地好多咩房，細過監車，一個人坐喺嗰幾10尺嘅空間入面，四周圍嘅牆壁好似會壓埋嚟一樣。佢哋寧願喺出面捱夜，寧願返屋企之後成晚開住收音機，開住電視機，唔係為咗聽，淨係求其有啲聲去證明呢個空間入面仲有活物。呢種對孤獨嘅恐懼，簡直好似一種傳染病，不知不覺已經殺到埋身。你哋由細到大俾人洗晒腦，成日覺得一班人圍住就係正常，就係福氣。一個人走就係抵死，就係人生失敗。我真係笑出聲。喂，你哋呢班無知，知唔知自己驚緊啲乜？你以為孤獨死一定係悲劇？點解一個人走一定要搞到咁凄涼？呢種想法先至係真正嘅疾病。我哋就嚟拆解下世俗人眼中所謂最好命、最有福氣嘅死法係點樣嘅。好命喎，五福臨門喎，兒孫滿堂喎。結果呢，到咗呢把年紀，你瞓喺醫院嗰張冷冰冰嘅病床上面，全身上下插滿喉管，鼻哥窿插住胃喉，喉嚨開個窿插住呼吸機，手背打住吊針，下面仲連住個尿袋。你想咳一下都痛到撕心裂肺，想講句遺言，喉嚨入面全部都係一口口黃色嘅濃痰。跟住你嗰張床旁邊圍住一堆人，有你生嘅大仔、二女，有10年冇見過面嘅遠房親戚，仲有啲你根本叫唔出名嘅孫，大家圍住你，喊苦喊忽，做足一套大龍鳳。你以為佢哋真係唔捨得你？喂，老友，大家心照啦。大仔表面喺度抹眼淚，心入面盤算緊你名下嗰個單位幾時可以過戶。二女喺度暗自埋怨大仔，怪佢當年買少份醫療保險，搞到今時今日10幾萬嘅醫藥費要大家分攤。嗰個10年唔見嘅親戚，只不過係怕俾人話佢唔孝順，敷衍了事，買個果籃嚟打個卡。你瞓喺度，意識仲有幾分清醒，聽住佢哋喺病房門外為咗幾千蚊嘅看護費嘈到面紅耳赤。你想掹喉走人，你想痛痛快快咁結束呢一切，但係佢哋棘住你，大條道理話：老豆，你要頂住啊！醫生話部機仲可以維持心跳。
其實係佢哋自己過唔到自己嗰關，怕俾外人指指點點，怕孭上不孝嘅罪名，結果搞到你生不如死，毫無尊嚴。呢啲就叫做最好命，食懵你啦！搞到凄凄慘慘，死無全屍，淨係為咗滿足一班活人嘅虛榮心，不知幾肉酸。而家你再反過來睇下，你哋最怕嘅孤獨死。你一個人住喺一間舒舒服服嘅屋入面，或者好似我而家咁住喺打理得一塵不染嘅酒店套房，唔使睇任何人嘅面色，唔使聽嗰啲虛偽嘅喊聲。臨走嗰日，你可能啱啱飲完一杯泡得極靚嘅普洱茶，或者自己親自下廚蒸咗一條肥美新鮮嘅馬友魚，配咗一啖好酒。你覺得有啲眼瞓，瞓上嗰張柔軟嘅大床，冚好張被，合埋雙眼，發個好夢，然後你就咁樣長眠，冇機器嘅滴答聲，冇喉管嘅撕裂痛楚，你走得平靜乾脆利落。你話死咗之後冇人發現屍體會發臭？喂，黐線！你都已經斷咗氣啦，你都已經唔喺呢個鋪頭入面啦，嗰副臭皮囊發臭生蟲，關你咩事？唔通你仲會覺得痛，仲會覺得丟架？人死如燈滅，化作春泥更護花。你理得佢幾時俾人發現？發現你嘅人頂多就係揞住個鼻，抱怨兩句，叫護工嚟收走。但係你呢？你走得乾乾淨淨、舒舒服服，呢個簡直係收咗幾輩子嘅福氣。你哋覺得孤獨死好凄涼，係因為你哋嗰啲該死嘅虛榮心喺度作祟。你哋覺得人死一定要有個觀眾。你哋呢一世人讀書，為咗俾父母睇；結婚，為咗俾親戚睇；生細路，為咗俾社會睇。辛辛苦苦做咗一世戲，搞到臨死嗰一刻，你仲要搭個戲棚，拉一班人嚟做觀眾，睇你表演圓滿落幕，你唔覺得攰咩？你到底有冇一秒鐘係為自己活嘅？一個人玩，一個人走，唔係可憐，係你終於有咗絕對嘅自主權。你唔使再迎合任何人，唔使再為任何人嘅情緒買單。呢種境界冇一點人生閱歷，冇一點內心嘅強大，你係睇唔透嘅。所以老友，收起你嗰啲廉價嘅恐懼，唔好再俾世俗嘅眼光綁架。接落嚟呢一堂課，我會同你講講點解我要將間大屋賣咗，將嗰啲價值連城嘅死物通通抌晒，搬入酒店去住，嗰個先至係真正嘅大解放。最近呢排，外面嗰啲八卦傳媒整日攞我嚟做文章，話我老啦、癲啦、晚景淒涼、變賣家產，只求道生。佢哋標題寫到大大隻，用嗰種極之廉價嘅同情心嚟包裝我，話我將嗰間幾千尺嘅大屋賣咗，畢生收藏嘅字畫、古董、普洱茶，乜都唔要啦，散盡家當。獨自搬入酒店套房去住，身邊無兒無女，淨係得秘書同埋幾個看護陪住。我睇住呢啲報道，真係笑出聲。喂，你哋呢班無知，知唔知自己講緊乜？你以為我係被逼賣樓，等錢使？你以為我喺酒店受苦？你睇下我影出嚟嗰啲相，紅光滿面，笑容滿面。我面前擺住嘅係極級嘅庭魚子醬，手邊泡住嘅係頂級嘅靚普洱。我覺得佢哋愚蠢，佢哋反而覺得我慘。呢個世界真係荒謬到極點。等我嚟鬧醒你哋呢班人，你哋呢一代40歲、50歲、60歲，半生勞碌，為咗乜？好多香港人，甚至海外嗰啲華人，一世人就係為咗嗰一層鋼筋水泥嘅磚頭喺度打工，供樓供咗幾十年，慳食慳用，好唔容易供完咗一間，又想住買第二間收租。哇！成間屋塞滿咗嗰啲所謂嘅收藏品同回憶。
波鞋堆成山，名牌手袋成個櫃都係，買返嚟嘅衫連吊牌都未剪，一屋都係雜物，搬去出面買多2個鋪頭都夠裝。你知唔知香港嘅迷你倉生意有幾火爆？呢個城市人均居住面積細過監倉，但係每4個家庭就有1個租咗迷你倉，擺住啲乜？擺住1年都用唔上1次嘅死物，嗰啲發黃嘅舊相、生鏽嘅單車、轉唔落嘅舊衫，你以為你喺度儲物，實情係你喺度堆垃圾。呢啲嘢全部都係你嘅包袱。我到咗呢把年紀，睇得好通透。人到咗某個人生階段，就要開始學識收，唔係收錢，係收心，係收起你對物質嘅追求同無謂嘅慾望。所以我決定將嗰間大屋賣咗，將我畢生收藏嘅嘢一件一件送走。我嗰啲普洱茶餅好多都係天價，是但一餅都夠你買一架靚車。我話送就送。嗰啲名家字畫、古董花瓶、極品嘅石燕，邊個老友鍾意，邊個就攞走。有啲人唔明白，覺得我敗家，覺得我腦入水。喂，我先至係最清醒嗰個。你有冇諗過，人生最痛苦嘅事，莫過於臨死前，仲掛住邊個會攞咗你嘅寶貝。你收藏咗咁多好嘢，到最後合埋眼嗰一刻，你根本帶唔走。帶唔走都算啦，最慘係乜？你走咗之後，你嗰班子女親戚為咗你留低嗰堆所謂遺產寶物，爭到你死我活，甚至對簿公堂，搞到兄弟反目。你留低嘅唔係愛，係炸彈。我將啲嘢全部送走，一來係廣結善緣，將心頭好交俾真正懂得欣賞嘅人，睇住佢哋攞到手嗰陣，嗰種雙眼發光嘅樣，大家都開心。二來我係還自己一個徹徹底底嘅自由身。你哋試想一下，住喺一間幾千畝嘅大屋入面，表面上好威風好爽，但實際上呢，你要打理嗰間大屋，你要請工人清潔，水喉漏水你要揾人整，冷氣機壞咗你要等師傅上門，遇上打風落雨你仲要擔心窗台會唔會滲水。再睇下你個衣櫃，一打開幾百件衫磨面而來，你唔煩惱咩？出門口之前要揀半個鐘，呢件唔捨得抌，嗰件等瘦啲再着。心理學家話呢啲叫做決策疲勞。你嘅精神、你嘅時間就係俾呢啲無謂嘅選擇同瑣碎嘅爛攤子磨滅殆盡嘅。你邊度係做緊屋嘅主人？你根本就係呢間屋呢堆死物嘅免費管理員。我搬去酒店就係為咗斬斷呢啲世俗嘅煩惱。住喺酒店不知幾好，朝早起身拉開窗簾，嗰個無敵海景一流，手尾唔使自己執。嗰張大床，床單每日有人換到雪白不停，你瞓醒拍拍籮柚就走。嗰個大浴缸你放滿熱水，浸完起身唔使自己去刷浴缸邊嘅水垢。換落嚟嘅污糟衫掟落個籃度，自然有人幫你洗得乾乾淨淨，熨得平平整整，掛返入衣櫃。你想食乜？唔使去街市買餸洗碗，打個電話落樓下餐廳，無論係鮑魚炒飯定係新鮮熬嘅白粥，半個鐘頭內熱辣辣咁送到你房門口。電視機壞咗，水喉冇熱水，打俾前台5分鐘後就有人上嚟搞掂，你完全唔使自己操心搭棚維修嘅事。身邊嘅秘書同看護將我嘅日程同身體照顧得妥妥當當。我嘅人生突然之間由一個操心勞碌嘅管理員徹底退位，進入咗一個純粹嘅享受者階段。呢個先至叫做真正嘅大解放。老友，你要明白，酒店入面嘅嘢你係喺度使用佢，但係你唔需要擁有佢。擁有一樣嘢就意味住你要對佢負責，你要花心力去維護佢。
但使用就唔同啦。用完即棄，不帶走一片雲彩，呢種斷捨離唔單止係抌死物，更加係一種極高深嘅心靈治療。你有冇發覺好多老人家特別鍾意囤積垃圾、膠袋、紙皮、過期幾年嘅罐頭，塞到滿屋都係，連條路都行唔通。表面上話係因為以前窮過要慳，實際上嗰個係內心極度缺乏安全感嘅表現。佢哋要用呢啲物質去填補內心嘅空虛。甚至有外國研究指出，呢種強迫性囤積背後係對死亡嘅極度焦慮。你越怕失去，就越要死死揸住嗰啲死物。但你越揸得緊，就越俾呢啲雜物困喺原地，動彈不得。我做呢個決定，就係俾你哋做咗一個極好嘅示範。安全感從來唔係來自你擁有幾多物質，擁有幾大間屋，而係來自你內心有幾強大。我唔需要靠一堆古董同名牌去證明我嘅價值。我而家全副身家可能就係一個鈔、幾套替換衫褲同埋一部平板電腦，但我貧窮咩？我比你哋任何一個人都富有，我係精神上嘅超級富豪。生命嘅長度唔係你可以控制嘅，但生命嘅闊度由你自己話事。我而家就係將呢條闊度拉到最闊，狠狠地冚棄掉所有沉重嘅包袱。我走得好快，走得好輕盈，呢種唔俾死物結 kiss 我嘅痛快，呢種淨係為自己感官同快樂負責嘅自由，你哋呢啲俾層樓同雜物壓彎咗腰嘅人，一世都體會唔到。所以返去睇下你個衣櫃，睇下你嗰個塞滿雜物嘅雜物房，問下自己，你到底係呢啲嘢嘅主人，定係佢哋嘅奴隸？老友，頭先講完抌咗嗰啲生不帶來、死不帶去嘅死物，你係咪覺得個心空蕩蕩啊？係咪喺度咪爆頭諗？老友啊，你將啲嘢全部抌晒，畢生收藏都送晒俾人，成日一個人匿喺酒店房入面，連個陪你講嘢嘅人都冇，啲日子不知幾難捱，幾無聊啊！如果你真係咁諗，我只可以好唔客氣咁講，你呢個人真係一個徹頭徹尾嘅悶蛋。你哋呢班人一放假就心慌，一定要約人去茶樓飲茶，一定要出街湊熱鬧，一定要做啲乜嘢去證明自己存在。好似只要一個人留喺屋企就會俾世界遺棄一樣。但我要話俾你聽，一個人玩同你哋嗰種世俗眼中嘅孤僻完全係兩碼子嘅事。孤僻係你唔想見人，但內心又極度渴望有人理你，一邊扮清高，一邊又喺深夜入面怨天尤人，呢啲叫內耗。但一個人玩係你完全有能力、有資格、有本錢去享受嗰份寧靜。你嘅精神世界豐富到滿領啦，你每日嫌時間唔夠用，點會有空去諗自己係咪孤獨？你唔信，我就同你講講，我一個人係點樣將日子過得風生水起嘅。我呢排住喺酒店，朝早起身，心情如果靚，我就一個人施施然落樓，行去附近嘅街市。你以為去街市淨係為咗買棵菜填補個肚？錯啦，嗰度係一個充滿市井智慧同生命力嘅地方。我以前搞到成個街市，個個賣菜婆、賣魚佬都係我嘅老友。我一行入去，嗰個賣魚佬老遠就扯高把聲大叫：老闆，今日有條好靚嘅馬友留俾你啦！嗰條馬友對眼精靈剔透，魚鱗喺燈光下閃閃發光，一睇就知係啱啱打上嚟嘅。我二話不說買返去，唔理3721，自己一個人喺廚房入面研究點樣蒸。你哋呢班世俗人以為蒸魚就係將條魚抌落鑊，開火蒸熟就算，求其都令人發指。蒸魚係一門極高嘅藝術。首先，嗰條魚要處理得乾乾淨淨，骨血入面嘅腥味要洗淨。
絕對唔可以求其切兩段就抌上去，要用最鋒利嘅刀將葱白同葱綠切成極細嘅葱絲，細到好似頭髮絲一樣，然後浸喺冰水入面，等佢自然捲曲。薑絲都要切到極幼，等啲水燒到大滾，蒸氣冒到好似白雲一樣，先至將條魚放落去。時間1分1秒都要算得精準。馬柚肉質細嫩，火候一過就老啦，食落口好似公木渣一樣。蒸到啱啱好熟，魚肉貼住舊骨，但用筷子輕輕一撥就可以分離。嗰一刻就要馬上出列。出列之後，要將蒸出嚟嘅魚水全部倒晒，嗰啲係腥味嘅萬惡之源。跟住鋪上頭先切好、浸到捲曲嘅葱絲、薑絲。最關鍵嘅重頭戲嚟啦！嗰鑊油你要燒到幾多度啊？唔係微熱係滾團啦，要燒到冒青煙啊！然後手起刀落，滋啦一聲巨響，滾油狠狠咁淋喺葱絲同魚皮上面。嗰一瞬間，葱嘅香氣、魚嘅鮮味，俾高溫瞬間激發出嚟，直衝腦門。最後沿住碟邊淋上一圈上好嘅頭抽，搞掂呢一切。我一個人坐喺台前，對住呢碟冒住熱氣嘅馬柚，倒一杯靚酒，夾一啖魚肉放入口，嗰種鮮甜，嗰種滑溜，簡直係神仙般嘅享受。老友，我坦白話俾你聽，呢餐飯我一個人食得，比你哋同10幾個親戚去食乜嘢5星級酒店大餐，仲要開心1萬倍。你試諗下，你哋平時約嗰班所謂嘅親戚朋友去茶樓飲茶，大家圍坐一圈，講嘅係乜？唔係將3個仔考唔上大學，就係你4個老婆又買咗乜嘢名牌手袋，再唔係就係比拼邊個新抱更加孝順。足足2個鐘頭，耳仔入面灌滿嘅，全部都係啲毫無營養嘅八卦同抱怨。你食落肚嘅點心都變得索然無味，食完仲要喺度爭住埋單，假惺惺咁推嚟推去。呢種社交除咗令你覺得疲憊不堪，到底有乜嘢意義？但我一個人蒸呢條魚，由選料到落鑊到火候嘅掌控，再到上碟，每一個環節都係我自己嘅心血。我喺度享受緊生命嘅創造過程，而唔係純粹好似個餓鬼一樣填補個肚。哈佛大學唔係有個長達80幾年嘅幸福研究咩？結論講得好清楚，真正令人快樂嘅唔係錢，唔係名譽，而係你有冇投入到一段關係或者一件事入面。我唔需要投入到複雜虛偽嘅人際關係入面去受氣，我投入到一條馬友身上，佢回報我嘅係絕頂嘅美味，冇任何欺掂同背叛。除咗食，一個人嘅時間，仲要識得點樣去同自己相處。有時喺酒店房半夜3更醒咗，四周圍靜英英，連條針跌落地下都聽得見。換咗係你哋，肯定嚇到即刻開電視，或者攞起部手提電話狂掃，睇下有冇人讚好，用嗰種廉價嘅聲光刺激嚟掩蓋內心嘅恐慌。但我呢？我唔會喺度自怨自艾，更加唔會打電話揾人訴苦。我會披件衫，坐喺書台前面，攞本書出嚟，或者抽出一張靚紙，攞起支筆，練兩筆字。練字係最好嘅靜心修練，一撇一捺都要平息凝神，唔使理人哋點睇，唔使理呢幅字賣唔賣到錢，更加唔需要聽嗰啲附庸風雅嘅馬屁精喺旁邊拍手叫好。我就是純粹為咗自己高興。有時寫到一個字，突然覺得哇，呢個字今日寫得真係靚絕，嗰一刻我會喺度自己笑出聲。你哋睇下呢啲就係自得其樂。我講過，一個人嘅時候最好就係學習點樣去面對自己。你哋嘅快樂太被動啦，你哋總係等住人哋為你製造驚喜，等住子女返嚟陪你食餐飯，你先覺得呢日冇白過。如果係咁，就算成班人圍住你，你內心都係乾枯嘅。
因為你將情緒嘅遙控器交咗俾人哋。但我嘅快樂係自發嘅，我對呢個世界永遠保持住極大嘅好奇心。我行街時見到一棵未見過嘅菜，我會開心過你哋見到初戀。我食到一粒好食嘅荔枝，我可以洋洋灑灑寫3000字去讚美佢。我個書房入面唔係擺滿嗰啲求其買嚟裝飾嘅假書，我係真係會睇嘅。歷史、文學、遊記、烹飪，乜都睇。睇到過癮嘅地方，我會做筆記，會寫專欄同人分享。我將一個人嘅時間轉化成一種產出，一種精神嘅食糧。我呢世人寫咗超過200本書，你估全部都係有人喺旁邊陪住我，督促我寫嘅咩？錯，全部都係我一支筆、一個人、一盅茶，坐喺度同自己對話，同天地對話，一個字一個字寫出嚟嘅。所以我成日話覺得悶嘅人，通常都係因為自己係個悶蛋。你自己個腦入面冇嘢、冇興趣、冇追求，你當然覺得一個人悶。如果你能夠好似我咁，將每一日嘅日子都過到好似一幅畫、一首詩，你邊度仲有空去驚孤獨？你只會嫌一個人玩嘅時間實在太少。一個人生活唔係叫你將自己困入雪櫃冷藏起嚟，而係要將自己變成一個發光發熱嘅火爐。你自己有溫度，自然就能夠溫暖自己，邊使靠人哋施捨體溫？呢種自得其樂嘅境界，先至係真正嘅精神富足。老友，好好琢磨下我講嘅呢啲說話，學識同自己玩，將你嗰啲無聊嘅內耗都抌落太平洋啦。老友，前面幾回我教咗你點樣食，點樣瞓，點樣將一堆累債嘅死物抌晒。你聽到呢度，可能仲喺度搖頭，心入面肯定仲藏住最後一條刺。呢條刺吉喺你哋呢班華人長輩嘅心頭，搞到你哋晚年痛不欲生。邊條刺？就係養兒防老呢4個大字。呢4個字簡直係一種極其惡毒嘅咒詛。你哋由細到大，阿爸阿媽、親戚街坊個個都嚟同你講：喂，生個仔啦，老咗有人養啊！你唔生，他日邊個同你擔幡買水呀？於是乎，你哋將生兒育女呢種本來應該係極神聖嘅生命傳承，變成咗一種赤裸裸嘅投資行為，好似買保險一般，供款20年，期望60歲之後有豐厚嘅回報。喂，你炒股都知冇包賺啦！你憑乜嘢覺得你生焗肉出嚟，佢就一定會跟足你嗰張保單條款，照足你嘅意思做？呢種想法唔單止自私，簡直係愚蠢至極。因為你將自己晚年嘅快樂、安全感全部寄託喺另一個人身上，呢個本身已經係一個極高風險嘅投資。近年來，香港咁多後生仔移民，飛去英國，飛去加拿大，留低嗰啲兩老喺香港，喊到死去活來，好似天冧落嚟一樣，成日喺機場上演生離死別。為子女去追求佢哋嘅人生，去開拓佢哋嘅世界，你喊乜嘢？你喊其實唔係因為唔捨得，係因為你覺得你嘅防老保險飛咗啦，冇人俾你斟茶遞水啦，冇人週末陪你飲茶啦。你呢種所謂嘅愛，帶住幾強嘅控制欲同功利心啊！你哋睇下身邊嗰啲典型嘅老人家，好唔容易捱到退休，子女大啦，飛出去啦，佢哋每日喺屋企做乜？坐喺嗰張舊梳化上，盯住個電話，等子女打嚟。電話一響，即刻聽起嚟，但開口第一句絕對唔係開開心心，而係長長嘅一聲嘆氣。跟住就係連珠炮發咁喊苦喊忽。哎呀，我個風濕骨痛又發作啦！你又成個禮拜冇見人啦，你係咪唔記得有個老母啦？我死喺屋企都冇人知啊！你以為你喺度溝通，你以為你喺度表達思念，喺後生仔眼中呢啲全部都係劇毒嘅情緒垃圾。呢種相處模式，心理學上有個術語叫情緒勒索。你以為用親情做籌碼好好使，
我養大你咁辛苦，你賠下我都應該啦。實情係，你每勒索一次，對方個心就離你遠一里。第一年，佢哋可能會因為孝道而忍你，耐住性子聽你抱怨；第二年會因為責任而敷衍你，電話越打越短。到咗第三年，佢哋就開始揾藉口避開你。逢年過節先露個面，食餐飯好似受刑一樣，食完即刻拍拍籮柚走人。最後你得到嘅根本唔係幻想中嘅父慈子孝，而係雙方嘅極度痛苦同疏離。你睇下我呢世人無兒無女，後生嘅時候風流快活，到咗呢把年紀從不後悔，更加唔會怨天尤人。你以為我住喺酒店晚景似亮？錯啦，錯到離譜。我身邊不知幾熱鬧啊，有我嘅秘書助手，仲有大把欣賞我才華嘅後輩。佢哋整日排住隊約我食飯，聽我講故事，同我品茶品酒。你有冇發覺我從來唔使求人陪，係嗰啲後生仔自己冇埋嚟爭住陪我。呢度有個天大嘅秘密，我喺度免費傳授俾你。做長輩最要緊嘅係唔好煩人。你活得精彩，活得通透，你整個人就好似一團火。嗰啲年輕人喺出面打拼，受盡社會嘅毒打，覺得冷，覺得攰嘅時候，自然會行過嚟你呢度取暖。佢哋聽我講邊度嘅白松露當造，聽我講以前邵氏拍電影嘅趣事，聽我講點樣揀一把好用嘅紫砂壺，佢哋聽得津津有味，連手提電話都唔記得睇。吸收完正能量，開開心心咁返去繼續打拼。但如果你活得死氣沉沉，滿肚牢騷，你就好似一灘發臭嘅死水。後生仔怕你浸親佢，怕沾染上你個新怨氣，避都避唔切啊！你自己設身處地諗下，如果你係你嘅子女喺公司俾老闆鬧咗成個禮拜，捱更抵夜，攰到好似隻狗咁，難得週末放假，你想去探望一個點樣嘅老人家？係想去見一個整日笑眯眯、著衫打扮整整齊齊，帶你去食靚嘅鮑魚炒飯，講嘢風趣幽默，懂得享受生活嘅老豆老母，定係想去推開一間充滿藥材味同霉味嘅屋，對住一個永遠拉埋窗簾、台面擺住冷飯菜汁，整日嘆氣怨天怨地，連睇個電視都要鬧人嘅老人家？答案呼之欲出啦！任何人都有趨利避害嘅本能，親生子女都唔例外。呢啲唔係叫你扮開心去迎合佢哋，而係要你真正將重心擺返喺自己身上，真正活得開心。你要揾到自己嘅寄託。喺呢個世界上，冇任何人可以24小時去滿足你嘅情緒需求，就算係你個老公老婆都唔可以。更何況係各有各忙嘅子女。如果你硬係要將呢個重擔擺喺子女膊頭上，嗰個係極其自私嘅行為。我成日講，學識自己愛自己，先至係最高級嘅孝順。你想要對子女好，最直接嘅方法就係唔好令佢哋擔心，唔好成為佢哋嘅包袱。你將自己嘅身體顧好，應該睇醫生就睇醫生，食得健康啲。但亦都唔好俾絕對健康呢4個字搞死自己，乜都唔敢食，咁活住仲有乜嘢意思？偶爾放縱下，食更極品肥豬肉，飲啖靚酒，令自己開心。你將自己嘅情緒搞掂，揾到自己嘅快樂泉源，無論係去學畫畫、去旅行，定係好似我咁研究點樣蒸好一條魚。你咁樣做唔單止係放過子女，令佢哋冇後顧之憂，心甘情願咁返嚟親近你，更加係放過你自己，尊重你自己嘅生命，收起你嗰套養兒防老嘅腐朽觀念啦，將投資喺別人身上嘅期盼統統收返嚟，投資喺自己身上。你係一個獨立嘅人，唔係某人嘅附屬品，更加唔係一個專門生產愧疚感嘅機器。呢番說話句句酸心，你往後好好消化下，想通呢一點嘅，你已經開始醒啦。老友，
上一回講完點樣搞定你同子女嗰種相愛相殺嘅情緒勒索，將你從養兒防老嘅死胡同入面拉咗出嚟。呢回我哋視線轉一轉，睇下你周圍。冇錯，就係睇下你而家坐緊嘅呢間屋，睇下你嗰啲塞到變形嘅衣櫃，仲有床下底嗰啲封滿塵嘅紅白藍膠袋。我要問你一個極其尖銳嘅問題，你以為你喺度儲物？你以為你喺度保留回憶？喂，醒下啦！實情係你根本就喺度堆垃圾。到咗呢把年紀，好多老人家唔知點解，總會染上一種怪病，嗰個就係變成一個徹頭徹尾嘅囤積狂。你落去屋村睇下，或者去嗰啲舊唐樓睇下，大把呢種老人家。間屋本來就細，淨係得200-300喎，入面竟然堆滿咗幾年都冇抌嘅舊報紙、發黃嘅膠袋、一疊疊折得整整齊齊嘅爛紙皮，甚至仲有啲早過咗期、生滿鐵手嘅罐頭。一推開門嗰陣，混合住莊老院、霉味同埋老人除嘅怪味，簡直可以將人熏暈。你問佢哋點解唔抌？佢哋會大條道理拍斥你。哎呀！以前揾食艱難啊，呢啲都係錢買返嚟嘅，抌咗幾折墮。呢個膠袋留住可以裝垃圾，呢個餅乾罐留住可以裝針線。呢件舊衫雖然啜唔落，但布料靚嘛，留俾個孫做尿布都唔錯啊。表面上睇呢啲叫節儉，係中國人嘅傳統美德，但實情呢，呢啲叫內心極度空虛。心理學家講得好清楚，甚至有英國嘅研究指出，呢種強迫性嘅囤積行為背後係對死亡嘅極度焦慮。你越係老，越係覺得生命喺度流逝，你就越怕失去。你控制唔到生命嘅流逝，於是你就去死死揸住身邊嗰啲唔會反抗嘅死物。你以為將間屋塞滿，你嘅生命就充實啦。你以為留住嗰件發黃嘅舊衫，你就留住咗幾十年前嘅青春。黐線！你越怕失去，就越要揸住啲死物，但結果係你越怕，就越俾呢啲雜物困住，寸步難行。你嘅人生就咁樣俾一堆垃圾綁架咗。呢個就係點解我近年做咗一個連好多人都覺得瘋狂嘅決定。我將嗰間幾千樓嘅大屋賣咗，將畢生收藏嘅嘢一件一件徹徹底底咁送走。你哋知唔知？我以前都係一個不折不扣嘅收藏家。我愛茶、愛字畫、愛古董。我嗰啲鋪啲茶餅唔係乜嘢普通嘅貨色，好多都係天價，求其一頸攞去拍賣行都夠你買一架靚車。仲有嗰啲名家字畫、名貴嘅石嶺、古董花瓶，件件都係我使咗大價錢、大心血搜羅返嚟嘅。但咁又點？呢啲嘢你買返嚟，你就要服侍佢。名貴字畫掛喺牆上，南風天一到，你要即刻開抽濕機，怕佢發霉變黃。嗰啲古董花瓶擺喺櫃入面，每次請工人搞清潔，你都要喺旁邊死死盯住，生怕佢一塊抹布掃過去，啪一聲碎成幾千塊。你邊度係呢啲死物嘅主人？你根本就係佢哋嘅奴隸。所以我開始送，我話送就送，絕不手軟。我記得有一日，我叫咗一個十分懂茶嘅後生仔朋友嚟，我從櫃嘅深處攞出幾柄珍藏咗極耐嘅極品普洱，嗰張包裝紙早就俾蟲蛀到千瘡百孔，但埋去一聞，嗰陣歲月沉淪落嚟嘅塵香，悠悠咁鑽入鼻腔。我將茶餅推到佢面前，話：攞去送俾你啦。嗰個後生仔當場嚇到彈起身，連連擺手，隻手都喺度發抖，結結巴巴咁話：老先生，呢啲太貴重啦，我唔可以收啊！我就喺嗰度大笑，我睇住佢嗰種誠惶誠恐嘅樣，一邊笑一邊鬧佢：叫你攞去就攞去，咁靚嘅茶擺喺我個櫃入面，就係一個會發霉嘅磚頭，交俾你呢個懂茶嘅人，你攞返去敲碎佢，
用滾水沖開飲落肚，嗰個先至係佢真正嘅價值。趕緊攞走，唔好喺呢度阻住地球轉。嗰啲名人字畫、靚石網，邊個老友上門，只要我睇出佢係真心中意嘅，邊個中意邊個攞走。睇住佢哋如獲至寶，雙眼發光咁捧住行出我門口，我心入面嗰種痛快，你哋呢啲死守住一堆破銅爛鐵嘅人，一世都唔會明白。好多人唔明白，覺得我敗家，覺得我晚年癲咗。佢哋喺度論私語，佢係咪破產啦？係咪老懵啦？幾十萬嘅嘢白白送俾人，喂，我先至係最清醒嗰個。我做呢個斷捨離，唔單止係抌幾件死物咁簡單，呢個更加係一場極其深刻嘅心理治療。你知唔知人生最痛苦嘅事係乜？莫過於臨死前，你瞓喺嗰張病床上面，個腦入面仲喺度轉緊，我個保險箱入面嗰隻勞力士唔知邊個會攞呢？我嗰間收租嘅鋪頭，大仔同二女會唔會為咗佢打官司？你收藏咗咁多嘢，到最後你根本帶唔走，你兩腳一伸，化作一路青煙。但你留低嗰堆所謂嘅寶貝，就成咗引爆你家庭和諧嘅炸彈。你班子女親戚可能為咗你留低嘅嗰堆嘢，爭到你死我活，搞到兄弟反目，甚至對簿公堂，連你嘅頭七都冇人有心思幫你做。你留低嘅邊度係愛同財富？你留低嘅係貪婪嘅油衣同埋一地雞毛。我選擇將所有嘢送走，一來係廣結善緣，將心頭好交俾懂得欣賞嘅人，大家都開心；二來係徹底斬斷對物質嘅留戀，還自己一個輕盈嘅自由身。我而家住喺酒店套房，全副身家可能就係幾件替換嘅衣物同埋一部平板電腦。我唔使再擔心古董俾人偷，唔使再煩惱衣櫃入面嗰幾百件衫今日應該着邊件。我嘅精神不再俾呢啲無謂嘅選擇同黏掛所磨滅。安全感從來唔係來自你擁有幾多物質，唔係來自你囤積咗幾多膠袋同舊衫。安全感係來自你內心嘅強大。你唔需要靠一堆死物去證明你嘅存在，唔需要靠一堆名牌去證明你嘅價值。老友，聽我一句勸，趁住你而家仲有精力，趕緊動手，將你屋企嗰啲一年都冇掂過一次嘅雜物全部抌晒，將嗰啲你覺得貴重但唔實用嘅嘢送俾中意嘅人。你要學識呢種實氣嘅藝術，你要由一個俾物質壓垮嘅苦力，蛻變成一個掌控自己生活嘅精神富豪。當你推開門，見到一間清清爽爽、冇半點冗餘雜物嘅房間時，你會發現你連唞氣都變得順暢啦。因為你抌走嘅唔只係垃圾，而係你內心深處對死亡嘅恐懼，同埋對世俗嘅妥協。呢種輕裝上陣嘅自由，你敢唔敢要啊？老友，上一回我教你將屋企嗰啲發霉嘅舊衫、過期罐頭全部抌盡，你而家間屋可能係乾淨咗，但你個心仲係烏煙瘴氣。點解？因為你仲未搞清楚自己喺呢個人生階段嘅定位。你以為將啲嘢抌咗就叫看破紅塵，錯啦！最難抌嘅係你身上嗰陣惹人煩嘅老人味。我講嘅老人味唔係指你唔沖涼發出嘅嗰陣體味，而係指你由內到外散發出嚟嘅嗰種怨天怨地、死氣沉沉嘅酸臭味。你試下回想，每逢過節或者好唔容易捱到週末，你終於將嗰班喺出面忙到甩道嘅子女逼咗返嚟，去茶樓食餐點心。呢個本來係件開心嘅事，對吧？但你哋呢班老人家係點樣搞嘅？一坐落嚟，果籠蝦流都未冒完熱氣，你就開始你嘅表演啦。你嗰張面拉到比馬面仲長，開口第一句就係嘆氣。唉，你哋而家生硬翼啦，幾個星期都唔打個電話返嚟，係咪唔記得有個老母啦？跟住就開始數落你周身骨痛，話隔離陳師奶個仔幾孝順，買咗金錶，又旁敲側擊咁埋怨新抱唔識煲湯。你睇下坐喺你對面嘅子女，佢哋手入面端住杯茶，連飲都唔敢飲，
低住頭，對眼死死盯住手提電話屏幕，如坐針氈。佢哋心入面諗緊乜？佢哋喺度諗呢餐飯幾時先可以食完？我幾時先可以埋單走人？你以為你喺度同佢哋溝通？你以為你咁樣喊苦喊忽，佢哋就會良心發現，以後多啲時間返嚟陪你哇，食懵你啦！你呢種行為就好似一隻吸血鬼，一啖一啖咁吸乾年輕人嘅精力。佢哋平時喺出面打工，對住老闆已經要點頭哈腰，受盡委屈，返到屋企仲要面對你呢張苦瓜鉗一樣嘅面，接收你呢堆毫無營養嘅情緒垃圾，邊個頂得順啊？呢種老人家就好似一灘發臭嘅死水，你靠近佢唔單止冇半點生機，仲會沾染上一身嘅霉氣。後生仔避你都避唔切啊！你再反過來睇下我，到咗呢把年紀，我無兒無女，孤身一人將大屋賣咗，畢生收藏散盡，搬入呢間酒店套房入面住，身邊淨係得秘書同幾個看護照顧我嘅起居飲食。照你哋世俗人嘅眼光，我豈不是淒涼到要晚晚喺被窩入面喊啊？你真係大錯特錯！我身邊不知幾熱鬧，不知幾生機勃勃，大把後生仔，大把欣賞我才華嘅後輩，排住隊爭住嚟約我食飯，陪我傾偈。點解？因為我呢個人好玩有趣，我係一團火。平日裏佢哋來到我住嘅酒店餐廳，我唔同佢哋講乜嘢生老病死，亦都唔同佢哋抱怨我手腳邊度唔舒服。我叫侍應開一支靚嘅紅酒，醒好酒倒落嗰隻精靈剔透嘅水晶杯入面。我同佢哋講呢支酒係邊個年份嘅，葡萄經歷咗點樣嘅日照，先至會散發出呢種帶有少少黑莓同煙草嘅香氣。我叫一碟脆皮燒肉，嗰層皮燒到好似玻璃咁脆，咔嚓一啖咬落去，油香四溢。我同佢哋講以前邵氏拍電影嘅趣事，講以前嗰啲老鹹童當年點樣飲酒，講文人點樣寫武俠。我同佢哋講天下間嘅美食，講我喺南洋、日本見過嘅奇人異事。嗰啲後生仔聽得雙眼發光，連飯都顧唔上食，杯入面嘅酒都唔記得飲。佢哋圍住我，常常爆發出一陣陣大笑，笑聲將餐廳屋頂都要掀翻啦。佢哋覺得同我一齊唔係喺度陪老人，而係喺度學嘢，係喺度享受一場精神同味覺嘅盛宴。佢哋覺得冷，覺得人生迷茫嘅時候，行近我呢團火就可以取暖，就可以重新揾翻對生活嘅熱情。老友，呢個就係做長輩嘅最高境界，做個唔惹人煩嘅長輩。你想要子女親近你，最要緊嘅係你要活出自己嘅人格魅力啦。你唔好整日將自己當成一個受害者，唔好覺得全天下都欠咗你。你大半輩子都捱過嚟啦，而家唔使供樓，唔使養細路，你手頭有大把嘅時間，你點解唔去發掘下呢個世界嘅好玩之處？你可以去學畫畫，去學插花，甚至去研究點樣種好一盆蘭花。你每日將自己收拾得乾乾淨淨，精神爽利，頭髮梳得整齊，衫住得體。當你嘅子女返嚟睇你時，佢哋見到嘅係一個充滿活力、懂得自得其樂嘅老人家。你可以同佢哋分享，喂，你睇我新種嘅呢盆花開得多靚啊！或者我今日試住燉咗個新口味嘅湯，你哋快啲嚟試下。你試諗下，咁樣嘅長輩邊個年輕人唔愛啊？佢哋根本唔需要你用道德去幫架，自己都會心甘情願咁湊過嚟，因為靠近你係一件開心輕鬆嘅事。冇任何人，無論係親生子女定係老婆老公，有義務24小時去承受你嘅負能量。所以我成日講一句金句，學識自己愛自己，先至係最高級嘅孝順。你哋呢班人成日覺得孝順係子女對父母嘅事，錯啦！
你將自己照顧好，呢個就係對你自己生命嘅孝順。你唔俾子女添麻煩，唔使佢哋整日為你擔驚受怕，呢個就係你對子女最大嘅慈悲。我而家住喺酒店，乜都唔使受，覺得身體有一點點唔舒服，看護即刻幫我量血壓，安排醫生。想食嘢，秘書一個電話就搞掂，我唔使打電話去煩任何人，唔使去測試所謂嘅親情到底有幾深。我用我自己嘅方式，將自己照顧得妥妥當當，活得比任何人都通透自由。你唔好再坐喺嗰張舊梳化上等電話啦，電話唔會響嘅，就算響啦都係敷衍。企起身，行出去，揾啲樂子，將自己變成一團火。等你燒到劈裏拍啦，紅紅火火嘅時候，你仲怕身邊冇人嚟取暖咩？收起你個套怨婦一樣嘅表情，挺直腰板，好似個成年人一樣，為自己嘅情緒負責。呢個先至係我哋呢把年紀嘅人應該有嘅體面同尊嚴。老友，走到呢一步，我哋終於要觸碰嗰個最核心、最冰冷，亦都係最哲學嘅層面啦。我知道，每當夜深人靜，你望住嗰間冷清嘅屋，嗰種從骨髓入面鑽出嚟嘅寒意，嗰種令你唞唔到氣嘅孤獨感，到底從何而來？好多人想盡辦法去逃避佢。佢哋結婚，以為多咗一個人就有了依靠；佢哋生仔，以為多咗一份血緣基 casino， 熱鬧咗就叫圓滿。佢哋整日約朋友去走廊唱歌，用枝咪大聲尖叫，以為聲浪可以震碎嗰份孤獨。但我今日就要兜口兜面講句真話，呢啲全部都係幻覺。生命嘅本質本來就係孤獨，呢個唔單止係事實，呢個係你一出世就注定嘅終極命運。你結婚，同你瞓喺同一張床嗰個人，佢能夠100%知道你心入面諗緊乜咩？佢能夠替你承受嗰份求而不得嘅苦咩？你最痛嘅時候，傷口生喺你身上，佢可以同情你，可以握住你隻手，但嗰種痛楚嘅滋味，佢分擔唔到半分。你最狂喜嘅時候，嗰種內心嘅震顫，你用盡世上最華麗嘅詞組去形容，對方頂多只係感受到6-7成。從你出世嗰一刻，剪斷女大過一戶那，你就已經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啦。你嘅感受、你嘅記憶、你嘅夢，統統都係你私有嘅寶藏，亦都係你私有嘅酬勞。死更加唔使講，呢個絕對係一場終極嘅孤獨旅程，冇人可以陪你走過嗰條皮。就算你係皇帝，就算你坐擁天下，到咗個最後一刻，都要自己獨自走過去。冇任何人可以代替你面對死亡，亦冇任何人能同你一齊去過另一個世界。你哋之所以覺得孤獨係苦，係因為你哋喺度抗拒佢。你哋認為孤獨係唔應該存在嘅，你哋覺得一定要俾一班人包圍先至叫正常，覺得一個人獨處就係俾遺棄。你哋將孤獨當成一個敵人，每分每秒都喺度同佢打仗。你諗下睇，你花咁多精力去對抗一個本來就係你生命一部分嘅嘢，你點會唔攰？你點會唔痛苦？但我自己呢？我唔單止接受孤獨，我簡直歡迎孤獨。我將佢當成我最好嘅朋友。我10幾歲嘅時候就知自己要乜嘢。我唔奢求別人嘅認同，唔需要一堆人圍住我拍手掌嚟確認我嘅價值。我由細喺南洋長大，好早就離家出走去闖世界，去日本留學，去香港拍戲。呢一路走來，乜嘢都係靠自己，一個人解決問題，一個人面對世界，一個人消化所有嘅成功同失敗。我早就練就咗一副銅牆鐵壁嘅內心，我嘅內心世界就係一座堅不可摧嘅城堡，我就是嗰個國王。既然我係王，我點解會悶？我會因為冇人陪而驚惶失措咩？當然唔會。你試諗下，點解一個人會覺得悶啊？通常係因為你內心空虛，冇嘢填補。你個腦好似一片荒地，生滿咗雜草。但如果你好似我咁，你個腦入面有歷史、有美食、有書法，
有對世界永遠不滅嘅好奇心。你嘅城堡入面擺滿咗你中意嘅書，你品鑑過嘅茶，你收藏過嘅風景。嗱，你每日單係巡視自己嘅呢啲珍藏都嫌時間唔夠，邊有空去顧影自憐啊？老友，唔好再抗拒孤獨啦。當你終於承認、接受，甚至開始享受嗰份孤獨時，你會發現你以前追求嘅嗰種熱鬧，簡直係小兒科，甚至係枷鎖。嗰種時刻，你閂上房門，放一首自己中意嘅曲，泡一壺好茶，甚至只係坐喺窗口睇窗外嘅雲聚雲散。你唔再需要向任何人解釋你嘅行為，唔再需要偽裝你嘅表情，唔再需要揣摩別人嘅心思。嗰種自由，簡直係靈魂深處嘅大解放。你覺得孤獨係病，其實你係病喺心魔，病喺嗰種我一定要有人陪嘅執念。放下執念啦，呢一生你最終要面對嘅，陪伴最耐嘅，永遠只有你自己。你如果連自己都處唔好，連自己都不能同自己傾得投機，你就算將全世界嘅人都拉到你身邊，你依然係一個孤獨嘅靈魂。將孤獨變成你嘅朋友，你會發現呢份朋友從來唔會背叛你，從來唔會向你索求回報，佢只係靜靜咁陪住你，睇住你活出你生命中最寬闊嘅深度。我成日同人強調一句話：物質係累債，回憶先至係財富。你回頭睇下，你走過嘅大半生，你合埋雙眼仔細諗一諗，真正令你喺深夜入面會心微笑，令你覺得呢世人冇白活嘅，到底係乜嘢？係你保險箱入面嗰張壓喺最底下發咗黃嘅樓契咩？係你衣櫃入面嗰件掛咗10年都唔捨得住，生咗蟲眼嘅名牌大褸咩？係你銀行紅簿仔上面嗰串冷冰冰嘅數字咩？絕對唔係。令你笑出聲嘅係當年喺南洋街頭大汗淋漓食落嘅嗰碗沙嗲肉串，係某次去日本睇用花時嗰啖甘甜烈烈嘅清酒滑過喉嚨嘅觸感，係你同3、5知己喺月光下大口食肉、大聲吹水，笑到眼淚都刀出嚟嘅嗰一個夜晚。呢啲記憶輕飄飄嘅，佢哋冇重量，唔使你每個月交管理費，唔使你買保險防賊，更加唔會隨着南風天發霉發臭。但正係呢啲無形嘅記憶，構成咗你呢條命真正嘅闊度。我將嗰間幾千洋嘅豪宅賣咗，散盡嗰啲天價嘅極品普魯同名家字畫，連同嗰啲價值連城嘅古董花瓶，通通送俾有緣人。然後我孑然一身，搬入呢間乜嘢都唔屬於我嘅酒店套房入面住。我點解要咁樣做啊？我就是為咗將所有嘅精力、所有嘅時間都用嚟拓寬呢條生命嘅幅度，而唔係去當個苦力去延長嗰堆死物嘅壽命咁樣。你試諗下，到咗百年歸老嗰一日，你要合埋眼啦。你想留俾呢個世界，留俾你後代一個點樣嘅背影？你哋呢班世俗人最鍾意搞出一堆爛攤子。人一走，屍骨未寒，屋入面就擠滿咗揾晦氣嘅人。大仔急到好似熱臘上嘅毛丫，翻箱倒櫃揾你嘅紅簿仔同首飾。兒女帶住律師衝上門嚟爭嗰個每個月能夠收幾萬租金嘅鋪位。幾個800年唔聯絡嘅遠房親戚坐喺你屋企客廳嗰張舊真皮梳化上，圍咗幾個你生前當寶貝一樣嘅古董花瓶，指住個鼻胡鬧，鬧到連粗口都爆出嚟。至於你生前最寶貝嘅嗰堆嘢呢？你嗰啲唔捨得抌嘅舊衫，積滿灰塵嘅爛相簿，嗰啲你以為充滿咗回憶嘅破銅爛鐵，喺佢哋眼入面全部都係左冧嘅垃圾。佢哋叫幾個蛇頭一車一車咁往堆填區送，你留低嘅係一個充滿貪婪同算計嘅戰場，係一個令人心煩意亂嘅殘局。你嘅後代諗起你，心入面邊度有乜嘢敬佩同感恩？淨係得為咗爭家產留低嘅怨氣，同埋收拾你嗰堆破爛嘅疲敗。你再睇下我隨時準備拍拍籮柚走人。
我走嗰日，呢間酒店套房依然會乾乾淨淨，嗰張大床嘅床單依然雪白不挺，窗外嘅無敵海景依然風平浪靜。我冇豪宅，房產要過戶，冇古董字畫要分配，更加冇一堆破銅爛鐵要人去抌。我身邊嘅秘書同看護會從容不迫咁幫我處理好最後嘅瑣事。我所有嘅心頭好，早就交咗俾真正懂得欣賞佢哋嘅人。佢哋喺度飲嗰啖靚茶，睇嗰幅好字嘅時候，自自然然會記起我。我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，亦都唔留低一粒灰塵。呢種輕裝上陣嘅自由，呢種瀟灑離場嘅姿態，先至係真正嘅大智慧啊！你諗下，後人偶爾提起我，佢哋腦海入面浮現嘅係一個整日笑眯眯、紅光滿面、食遍天下美食、活得通透自在嘅老鹹童，而唔係一個瞓喺病床上插滿喉管惹人嫌，死後仲要令子女打官司嘅老人家。呢種輕盈嘅帶俾人快樂嘅背影，先至係我最值得驕傲嘅遺產。所以老友，放下你心中嗰啲無謂嘅恐懼啦。怕老，老係必然嘅自然規律。只要你呼吸仲喺度，每一秒都喺度老，怕嚟做乜？怕死？死係每個人嘅終點站，你抗拒都冇用，不如坦然面對，將佢當成一次漫長假期嘅開始。怕孤獨？我早就同你講過，生命嘅本質本來就係孤獨。你越係逃避，越係俾嗰啲毫無質量嘅社交綁架，你就越俾佢折磨。與其一世人活喺呢啲患得患失嘅恐懼之中，不如好似我咁徹底看透、徹底放下，將每一日嘅日子都當成一場淨係為自己準備嘅盛宴去享受。餓啦就去食碗最頂級嘅靚雲吞麵，唔好心痛錢。悶啦就喺酒店房入面寫兩筆字，睇半本好書，自得其樂。別人點睇你，關你屁事。世俗嘅規矩行埋一邊，你唔使再去迎合任何人，唔使再去扮演乜嘢慈父嚴母嘅角色，你只需要做返你自己。呢套一個人玩嘅終極哲學，精髓就喺於自洽呢兩個字。你有能力令自己開心，有底氣面對自己嘅孤獨，有膽量斬斷所有嘅物質同情感。到咗呢把年紀，你唯一要取悅、唯一要負責嘅人，就只有你自己。好啦，我嘅說話徹底講完啦，剩下嘅路你要自己走。如果你仲覺得唔夠通透，那就將我講嘅呢啲說話當成武功秘訣一樣，每日睡前喺腦入面過一遍，直到有一日你敢親手將你屋企嗰個塞滿雜物嘅大衣櫃抌落樓，咁對住嗰啲情緒勒索你嘅人大叫一聲行開，你就真係出師啦，帶住最闊嘅生命幅度去享受你剩下嘅日子啦，不知幾爽快。